公路局拜四舉辦駕照管理改革措施記者會，宣布3月30日開始推動小型車、大型車場可增加停留項目，也有矯正預防辦公室這2項予取駕照變較嚴的措施。另外，交通部也宣布啟用重大交通運輸事故資源專線，提供災害通報甲關懷說明。學生照甲訓班教練的指示賽車，準備要考駕照。不過，即馬駕照的制度全面加嚴。交通部公路局宣布，3月31日開始推動2項駕照改革措施：小型車、大型車場地考驗、增加停留的項目，甲矯正防制辦公室。推動小型車還有這個大型車常考增加停讓的一個項目。那這個部分的話，也就是之前在駕照管理3策略裡面所提到，就是說透過這個訓練跟考驗的一個方式，希望能夠來這個提升人本駕駛人的這個人本交通的一個素養。場地考驗的部分，小型車新增加無號誌路口停留用路人，甲去行確認時也死角；大型車就做安全確認，若無做一擺扣32分就無及格啊。矯正防制辦公室方面，衝紅燈、無號誌路口無停留、駛過學校、病院無減速等等3大類的違規，一般駕駛人一年累積3擺就強制自費回順3點鐘，若無按照規定參加講習，就罰1,800塊。一般駕駛人的部分，那1年累計3次，那就要參加這個就是自費參加這個矯正防治班的講習。那這個營業大型車駕駛的部分，1年只這個累積2次，就要自費參加這個道安講習。另外，代替經歷過普悠瑪甲太魯閣事故的傷痛，交通部採用事故家屬建議，拜四宣布正式啟用重大公共運輸事故資源專線。也注意到，怎麼樣在事故發生後，災害的通報應變以及事件發生後的關懷跟支援，所以我們參考日本在公共交通事故被害者支援室的機制。交通部嘛表示，希望專線提供災害通報甲關懷說明，嘛讓民眾袂閣面對逃無救援甲資訊斷站的狀況。記者郭正陽、王志剛台北報道。